這世界杯骹球賽呢，互真儕人是透暝安尼看直播。其實佇台灣這高中小呢，最近也開始咧實行無人機骹球賽。這是一種結合着科技甲骹球戰術的運動，會當對這個遊戲內底去學習這個操作的技術。佇南投草屯這個無人機骹球賽，已經吸引全國超過40隊來報名參加。這是佇南投草屯舉行的無人機骹球比賽。雖然是在地小小比賽，卻吸引到台北、台中的選手來參加。學生啊，足介意弄來弄去的算法。草屯鎮長講，無人機產業是未來的趨勢，會當有正大的發展，讓囡仔自細漢接觸，等於是成長壓優勢。以後的趨勢，用 AI 的趨勢吼，嘛是咱無人機的天下吼，所以講，咱從小，咱小朋友都更加了解吼。如何操作無人機更了解無人機。有趣的就是你可以撞對手然後得分，你會有一個爽感，就會覺得很開心，然後就會有繼續想要飛的動力。伊就是頭起先引進無人機骹球進入行的教練蔡中義。伊講無人機骹球除了會當予學生學無人機的操作，嘛會當當作拍電動同款。目前南投差不多逐間國中小攏有學生咧耍無人機骹球。我覺得玩這個遊戲比較好，因為它有一個實體在你面前，而且有一個聲音，然後會比較舒壓。我攏一開始予囡仔開始耍，因為耍上簡單嘛。慢慢啊，對中內底就發現講，我是安怎背輸人，我是安怎落命贏人。伊內底伊就慢慢去改進，慢慢進步。講較直接，後擺真正搞不好來個靠這個囡仔，你無訓練這個選手，後擺你要突然之間要動用到這個人，其實足困難的，所以為細漢就愛開始用啊。無人機骹球是一種結合遙控無人機和骹球戰術的科技運動，嘛互運動部提出新的運動發展計劃。比賽愛3個人一組，講好什麼人進攻，什麼人防守，團隊合作，嘛互學生增加溝通能力。對遊戲內底去學習操作的技術，嘛是未來國家科技教育的重點。記者黃英修南投報道。